来回头来看世界壮年运动会开幕典礼，5位盛会代表，因的活动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像这个飞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就来问104回羽毛球员林有无长会秀的秘诀，结果对方甲回讲爱加看一寡美女，是甲大家人甲笑哈哈。那黄仁勋嘛甲奥运木性球的金牌林玉婷互相来签名，来翕相做纪念，甚至两个人搁来一场木性球的比赛。挂木性球的手套继续十足出拳的，原来是飞达的执行长黄仁勋甲奥运金牌选手林玉婷伫世壮运开幕后台互相过招。AI 教父甲台湾的军校头一摆同时出现，这一幕和台湾人学了讲是跨界梦幻作喊。林玉婷谦虚形容讲，这是大型对称现场。两个人拢是对方的小迷将，搁互相伫手套面顶签名，顺续搁揽一个盛会代表这个小惊喜，也有一项。黄仁勋唔敢相信讲，眼前这个拍羽毛球老先生林有无超过100岁啊，搁真勇敢，更加会唔敢相信的是。你的秘密，你的维持健康的秘密。多看美女。看这个办事想要食老勇健，除了运动以外，笑话嘛是秘诀之一。行程真满，黄仁勋除了去过世壮运以外，这摆访台重点就是今年的电脑展。黄仁勋主题演讲前，点点出现伫台卡挂吹暗的，就是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因为人无啥爽快，缺席2天前的调研宴。听讲电脑展以后要甲黄仁勋单独会面，大家期待老朋友的食饭要开始啊。去年经济的画面有可能会出现，黄仁勋亲身证实讲。等到主题演讲结束后，伊就要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做伙食暗顿，两大科技界头人见面，又会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